他想跳，你看没？让人拉开的总检查。不要看。拿着他耳朵呀！天，他这样看着我，我很害怕呀。为什么？他眼神，他为什么老要这样看着我？发现他的牙还……太形象了。哎，我就这样演啊，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。Go where no one has ever gone。是召唤技巧。天哪，你请到吗？哇，这应该很重。你给我拿这个。不是去快服装店吗？现在改想法。我这边3节纸轨。快点搬纸轨来，这个我帮你拿，搬纸轨，快点！快点，来给我做。说是用花鼓了吗？没有啊。